業，全行界不同市場入口，攤販嘛無下之切做生意。不過大家可能唔知，佢哋嘅市場度，當到攤販係對東西來嘅抗議。20年了，我幫你哋20年了。帶啲啲台中市啲吼，啲有青島客家人吼。台中呢度東西出來，然後做生意。犯罪啲啊？嘿。哦。啲啲買吼有青島客家人。一度吼。我對話啲講吼，他聽得懂我們的客家話。其實同我講講嘅。帶頭台中市北屯區嘅東西價格相稱，要頭市場做生意嘅，嘛要起來台中高雄嘅。當日沒有一多人係因為舊年嘅鐵通，我靠被鐵通踩磚劈，搬來平台。國小吼客家社團呢，差唔多有90屆小朋友吼，佢來參加了社團。呢啲小朋友呢，太細吼，只係對東西景、石崗吼大人的嘛有。過來呢，還有南投的嘛意態的部分吼。因為北屯區呢，當到咱客家人，種下到兩適合的蔬菜，700屆啦，人數啦，太講有按多。因為兩個vùng呢又較便宜，生活的技能就唔難。10年過去咧，本來收藏洋蔥嘅台中縣東西景，慢慢嘅恢復調牌光景。同時也請帶頭北屯區嘅東西人，嘛管理都市嘅生活。本年問到，佢剛行為個轉到東西景，大家答案雖然仲係冇欠款，不過欠款嘅係大家仲係投未來促銷。路都叫你用哦。你兩個退休了嘿，人家田呢，我哋想啊建議一下，我哋路裏頭講吼，食嘛唔是食當好啦，將嘛處腳安尼，我哋是想啊將你東西帶安尼吼。將伊無頭度個無房建築的鐵房，那個鐵通吼，無一天都死撇啦。驚你點無啊？現在講東西的一個好地方。因為我嘅親戚、我嘅朋友很帶到講，那有機會我不將佢。但是呢，我生意總下帶到了台中、台六，所以呢，我又要考慮到下一台，還有我孫的問題，可能呢，會到台中，帶到路啦。舊年嘅鐵通都嚟下10年咧，嚟下咧請帶頭台中市嘅東西人，3萬嘅行處相通，我無過講調擺舊年嘅事情，見點到嗰下食材嘅高熱，總下向前看，客家新聞李成龍台中報道。